夏天炎熱又乾燥，大家記得煲多啲海膽椰雪梨豬骨湯飲一飲啦，佢可以清熱消暑，對脾胃非常之好㗎，而且全家老少適宜。食材呢就有飛咗水嘅豬骨、3片生薑、海膽椰、雪梨乾、百合、無花果同埋我哋嘅紅蘿蔔。咁我哋嘅雪梨咧可以生蒸，海膽椰咧係可以潤肺嘅，益處多多噶。我哋將所有嘅食材清洗乾淨之後咧，倒入去我哋呢一個燉盅裏邊，我哋煮滾咗慢燉40分鐘就可以啦。然之後拎出嚟加入少量嘅鹽調味就可以啦。呢啖湯飲咗清清潤潤，好舒服。佢可以清熱潤燥、生蒸止咳、潤肺化痰。嗱，呢一個黃金嘅搭配咧，大家記得點讚收藏好啦。有想了解食材嘅咧，可以點擊我嘅左下角了解下嘅。嗱，關注談談，日日教你煲靚湯。